楊富豪，早晨啊！早晨。聽啲同事講你撲飛好犀利喎，喂，我想要翻張飛，你有冇機會幫我揾到啊？你係追星嘅咩？邊個明星咁吸引你啊？你要撲飛？唔係演唱會飛啊！你知啦，我不嬲都中意去旅行，認識唔同國家嘅文化。我知道1月10號堅樂小學有個國際文化日，我有認識唔同國家嘅文化，我想揾你幫手撲張飛啊，得唔得啊？麻煩你啊！咁你就話啱人啦，我就真係有1張飛咁大把。嗱，呢一個國際文化日咧，內容相當之精彩㗎。除咗咧會有唔同國家嘅美食之外咧，仲有機會睇到唔同國家嘅表演環節。而我哋老師們會着住唔同嘅民族服飾，同大家一齊去感受下異國嘅氣氛。仲有啊，當日我哋有唔同國家嘅特色精美禮物送俾大家。你成日都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啊嘛，咁一定要參加呢個活動啦。知道。1月10日國際文化日，上機。